继续来看美国驻黎巴嫩贝鲁特大使馆昨是发生枪案，嫌犯调称目前人伫咧病院，这犯案的动机也不了解。有黎巴嫩的媒体是指出，嫌犯伊穿的甲仔顶头有印伊斯兰国相关的字，不过到当时也无任何组织承认犯案。 黎巴嫩军方表示，有一个枪手初5早起8点半了后，想要攻击伫贝鲁特郊区外的美国大使馆。枪手去黎巴嫩士兵开枪逮捕，已经送医。根据了解，枪手是叙利亚人。ما اخذنا وقتنا بس طلع اكثر من 15 ل 20 طلقه يعني وقفنا هون ركضنا لهون لنشوف شو صاير. 美国大使馆表示，有通报伫入口的所在发生小规模枪战，持续差不多半点钟，无去伤到大使馆的人员。不过馆外有一个警卫受伤。美国大使馆初5礼拜3暂时关起来，一定初6拜四开放。2023年9月，黎巴嫩的美国大使馆原来8号考请，不过甲政治目的无关系，嘛无造成伤亡。根据黎巴嫩的媒体报道，初5这件枪击案的犯案目的也无清楚。有相片显示，有一个规身躯拢照灰的枪手，穿黑色的甲。 顶管用阿拉伯语写伊斯兰国加英文字母 IS， 让人认为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的缩写。DSS is coordinating with the Lebanese to answer that question. We are aware that the individual who was arrested was wearing what appeared to be ISIS insignia. 枪击发生的时阵，当地紧张的局势也真悬。黎巴嫩真主党加以色列国防军几落个月的战斗对抗，互两个边界附近已经有几落千人无处通住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伫内阁极右派成员要求打击真主党的压力下，初5前往北部边境地区边境局，伊的政府暗算对有伊拢伫后边做靠山的真主党采取真强硬的行动。公司新闻黄文玲编译。